起落的讨海人生，在风影中如何拼出上青的喜悦？哦，这种牛尾鱼吼，谁啊食起来遐尼定心，遐尼 Q 软。看起来水，片起来香，食起来阁好食的古早味，传承了几落代人的手艺技术。市场的大细担头，又阁是如何用好料来将在地的感情浅浅做一罐呢？哦，比食药啊较补啊。人讲家就是咱的根，若无根，咱就无法度感受到幸福的滋味。哇，这袂长啊！来对啊，第二届咱就会晓。来。咱四过去发觉，属于咱这个世代的纯正台湾味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